人生中最難嘅，可能唔係面對未知嘅將來，而係學識放低已經發生嘅過去。我哋成日都喺度後悔尋日，或者擔心聽日，但係就忘記咗生命其實只有一個時刻，就係而家。莊子人間世有一句話講得特別好：來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憶。呢句話好似一記醒鐘，提醒我哋真正嘅生命只存在於當下呢一刻。當我哋唔再追逐過去嘅遺憾，唔再對未來抱有無止境嘅期待，就會發現一個驚人嘅真相：當下本身就係完整嘅存在，唔需要任何添加或者改變。呢個唔係話我哋要變得冷漠或者冇感覺，而係認出生命嘅圓滿其實從來冇離開過我哋，只係俾我哋嘅念頭遮住咗。當我哋真正安住於當下，會發現內在有一種深深嘅寧靜，嗰種係超越時間嘅平安。情緒就好似天空嘅雲朵，有時晴朗，有時陰霾，但係天空本身從來冇變過。莊子人間世話：夫兩喜必多日美之言，兩怒必多日惡之言。呢句話道出咗一個深刻嘅洞察，無論係極度嘅喜悅定係憤怒，都會令我哋偏離中道，講出唔真實嘅說話。諗下，當我哋特別開心嘅時候，係咪會將事情講得比實際更加美好？當我哋好嬲嘅時候，又會唔會將對方講到一無是處？呢個唔係話喜怒本身有問題，而係當我哋俾情緒完全帶走嗰陣，就失去咗清明嘅判斷力。真正嘅智慧係認出所有情緒都係心念嘅波動，就好似海面嘅波浪，而我哋嘅本質就好似海洋嘅深處，永遠寧靜安穩。學識觀察自己嘅情緒，而唔係俾情緒操控，呢個就係修行嘅開始。生活中最大嘅痛苦，往往嚟自我哋對現實嘅抗拒。我哋成日都覺得事情唔應該咁樣發生，人哋唔應該咁樣對待我哋，世界應該更加公平一啲。但係當我哋停止同現實對抗，唔再堅持事情必須按我哋嘅期待發展，就能體驗到真正嘅自由。呢種接納唔係被動嘅放棄，亦都唔係變得麻木不仁，而係認出一個事實：我哋冇辦法控制外在世界，但可以選擇內在嘅平靜。當我哋唔再將精力浪費喺改變冇辦法改變嘅事情上，就有更多嘅力量去回應生命真正需要我哋關注嘅地方。呢個就係莊子所講嘅無為而為，唔係咩都唔做，而係喺適當嘅時機做適當嘅事，順應生命嘅自然流動。乜嘢係真正嘅德性？莊子人間世俾出咗一個令人深思嘅答案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得之至也。真正嘅德性唔在於改變世界，而在於完全接納當下嘅一切。呢個聽落可能有啲消極，但實際上呢個係最積極嘅態度。當我哋唔再同生命抗爭，就能發現每個經歷，無論睇落幾咁困難或者唔公平，都係覺醒嘅機會。疾病教識我哋珍惜健康，失去令我哋明白擁有嘅珍貴。挫折幫我哋建立韌性，同命運和諧共舞，唔係認命或者放棄，而係喺接納入面揾到轉化嘅力量。咁樣嘅德性令到我哋喺任何處境中都能保持內在嘅尊嚴同平靜。修行嘅深度在於認出一個根本嘅真理：無論外在點樣變化，我哋嘅本質始終唔變。喜怒哀樂、得失成敗、生老病死，呢啲都係生命表面嘅現象，就好似電影熒幕上面嘅畫面。而真正嘅自己就好似嗰個播放電影嘅熒幕，永遠唔會俾畫面嘅內容所影響。當我哋認出呢個不變嘅本質，就超越咗所有嘅二元對立，唔再有絕對嘅好壞、對錯、成功失敗，因為呢啲分別都係心念嘅產物。呢個唔係話我哋變得冷漠或者唔負責任，而係喺相對嘅世界中保持絕對嘅平靜。就好似蓮花生長喺淤泥中，但係唔俾污染。我哋可以完全參與生活，但係唔俾生活嘅戲劇所束縛。呢種超越令到我哋喺變化中揾到不變，喺有限中體驗無限。最美嘅修行其實就喺日常生活入邊，將莊子嘅智慧融入每一日，意味住喺每個當下保持覺知，唔俾情緒牽住走，亦都唔強求結果。當我哋等紅燈嗰陣唔急躁，同人爭執嗰陣唔失去內在嘅平衡，面對挫折嗰陣記得呢個都會過去。咁樣嘅修行令我哋喺平凡中發現非凡，喺有限中體驗無限。洗碗變成咗冥想，行路成咗修行，每一次呼吸都係同生命嘅對話。我哋唔需要逃到山林中先至可以揾到平靜，因為平靜嘅源頭就喺我哋心中。當我哋學識喺日常生活中無為而為，就能夠喺任何地方、任何時刻都體驗到內在嘅自由。
呢份自由係任何外在嘅變化都冇辦法奪走嘅寶藏。如果呢啲分享對你有所啟發，亦都歡迎你傳遞俾身邊可能需要嘅朋友。願你喺接下嚟嘅日子入邊，揾翻心靈嘅平靜同自由，喺變化中安住不變嘅本質。